各位聽眾，早晨啊！你哋估下邊個又要嚟搞震？咪就係個 Kenny 咯。聽日佢居然要嚟安大略省西南地區巡遊一番，真係聽到都想打瞌睡。哇！仲巡遊，以為自己係皇帝出巡啊？定係想學古代嘅皇帝微服出巡，睇下民情算啦。佢嚟到都係睇啲官樣文章，聽啲擦鞋仔嘅歌功正德啫，真係睇到嘅，唔係得啲擺好嘥嘅盤腿同埋群眾演員咯。講真，佢嚟做乜嘢？難道係想喺安大略省西南地區種啲搖錢樹，又或者係想到一度啲農民伯伯嘅褲袋有幾深？我估計啊，佢啲行程安排肯定密密麻麻，個個都想喺佢面前刷存在感，攞啲好處。哎呀，講到數據分析，不如我哋估下佢聽日會講幾多次經濟增長、可持續發展呢啲鬼話。我估計最少都要講9981篇。講完之後經濟增長咗幾多，可持續發展咗幾多，鬼知咩？反正講完咪算咯。總之呢，聽日安大略省西南地區嘅朋友仔，記得戴定頭盔，以防佢啲口水多過浪花嘅演講噴到你哋一頭都係。不過講到尾，佢嚟都係走個過場啫，對你我嘅生活有乜嘢影響？咪就係多咗幾個交通堵塞嘅位咯。喂，各位聽眾大佬，揸緊車嘅阿叔，返工等緊巴士嘅阿賢，早晨啊！聽日唔使返工，諗起都醒神。你哋估下我今日要爆咩料？嗱，就係個新冠肺炎啊！咪以為佢走咗佬，其實佢匿埋喺啲屎坑度。係嘅，你冇聽錯。而家啲科學家唔驗人，改驗屎。你諗下，啲病毒喺你肚裏面冇籠咁冇事，最後咪一樣要排隊去廁所報到，咁都幾過癮喎！佢哋話咁樣可以早啲知道邊度有病菌搞震。話時話，而家啲統計數字真係信唔過，官方話冇人染疫，但係啲屎渠就爆晒光咁款。咪住，我哋講緊嘅唔係渠務署做得唔好，而係話啲病毒多到你唔信，哇！簡直係病毒開 party， 熱鬧過農曆新年啊！總之呢，以後沖廁所記得蓋好蓋，唔係嘅話，隨時俾啲病毒衝出嚟咬你一啖。嗱，我講笑嘅，但係都係小心為上啦。搞唔好第日啲新聞標題就係全港市民齊驗屎，共建健康新香港，諗下都覺得核突。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聽晚再同大家吹水啦，拜拜。喂，各位街坊，早晨啊！揸車嘅、搭車嘅，精神啲。你估下我啱啱收到乜嘢風？聽講加拿大佬嗰邊有個叫卡尼嘅大佬喺安大略省汽車工業種地。我講緊嘢啊，做乜嘢？唔係就係驚美國佬侵搞貿易戰咯。唉，真係聽到都覺得牙煙侵嗰個衰佬，一時話要抽稅，一時又話要封關，成日喺度搞震，搞到全球經濟都好似坐過山車咁，嚇到人褲都甩埋。嗱，根據我哋秘密情報部門嘅數據顯示，如果真係打起貿易戰，加拿大汽車業分分鐘要少賺幾十億加元，幾十億啊，夠買幾多嚿叉燒飯啊，簡直係天文數字嚟嘅。不過你話關我哋咩事啫？咪又係啲有錢佬頭痕咯。不過講真，卡尼大佬都幾慘嘅，要喺度扮晒鎮定，氹翻啲汽車佬開心。嗱，我就覺得不如佢學下我扮下周星馳，講幾句無厘頭對白，分分鐘就有效過佢講乜嘢經濟理論。總之呢，貿易戰一日未爆發，我哋一日都要繼續食花生睇戲。不過各位街坊記得揸車小心啲，唔好掛住聽新聞瞓心啊！唔係撞車就唔係講笑嘅。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拜拜！希望晏晝有好消息啦。喂，各位街坊，揸車嘅大佬，返工嘅靚仔靚女，早晨啊，醒定定，唔好瞌眼瞓啊！今日我哋講下電影節。哇！真係千呼萬喚始出來啊！你哋知唔知啊？Hot Dog Fest 電影節舊年幾乎執笠，好似條鹹魚咁，翻唔到身咁滯。點知今年又話捲土重來，仲話有嚟自47個國家嘅113部電影，47個國家啊，犀利過聯合國啊！唔通係啲國家經佢意埋夾錢救佢？喂，我就唔信咯！113部電影啊，平均每個國家夾2部幾，咁都叫國際電影節。我屋企樓下間茶餐廳播嘅戲都多過佢啦。不過話時話，起碼佢仲有得搞，證明我哋香港電影仲未死晒嘅，仲有少少火苗嘅。好啦，講到呢度，我都肚餓啦。總之 Hot Docs 電影節，你哋有閒錢咪去睇下咯，當支持下加拿大電影業。不過小心啲，唔好睇到瞓着咗啊！費事俾人笑你支持得太過分，瞓埋一份啊！講完收工。
喂喂喂，各位老友記，聽朝起身返工係咪差啲瞓過籠？話說加拿大多倫多2月嗰場大雪，真係誇張到以為世界末日咁款，條街白茫茫一片，好似落咗成座富士山喺度咁啊！嗱，聽講市議會班大佬呢，尋日開會研究點樣清雪。哇！你估佢哋講啲乜？咪又係啲官腔咯？咩策略性部署、資源調配，講到好似打緊世界大戰咁。其實呢，咪就係遲咗鏟雪，搞到成街都係粒冰牆，阿婆都變花式滑冰選手啫。統計話2月單係拗柴嘅人數就多咗8成啊！簡直係骨科醫生嘅黃金機會。我諗下次再落大雪，鏟雪車可能要配埋救護車，一條龍服務，包你賓至如歸。唉，講到尾，落雪又唔係壞事，但係搞到咁大就真係考驗緊班官嘅智慧咯。唔知佢哋係咪以為多倫多係熱帶地方，唔使點省雪呢？真係諗起都好笑。講完，我返去繼續煲劇先，下次再同大家吹水。喂，各位塞喺路嘅老友記，朝早好啊！聽日都唔知使唔使返工嘅你哋，不如聽下今日單棟獨笑新聞醒神。話說兩位仁兄疫情期間響大嶼山起隔離營，哇！嗰陣時起得幾咁快，簡直係神速。但係原來背後有啲古惑嘢，一個係工頭，一個係打工仔，居然敢獅子開大口問4個驚板佬攞茶錢，總共幾多？98000蚊，98000蚊啊！夠唔夠喺香港買廁所都成問題。喂，隔離營都未起好，自己就先隔離咗自己嘅良心，簡直係攞正牌打劫。諗下，呢個數字都幾得意，98000除開4個釘板佬，每人都要俾差唔多25000啊，都夠釘幾多塊木板啦！唔怪之得啲隔離營起咁快，原來背後有咁多動力。依家點？公投食骨重，監禁18個星期，打工仔就好彩啲，做180個鐘社會服務令，哇！都唔知係咪去罰佢返大嶼山繼續起嘢。總之呢，做人最緊要光明磊落，唔好諗住趁火打劫。唔係嘅話，遲早都會俾人精死喺度。今日就講到呢度，希望各位聽完唔會覺得隔離咗你哋嘅快樂。拜拜。喂，各位街坊，聽講阿瑞6月15開始準備派電子牛肉乾啦，咪住唔好以為無咗張紙仔就冇嘢。佢哋話會雙管齊下，紙本電子一齊嚟，等你哋無路可逃，慢慢嘆。仲話咩宣傳教育，咪即係想等你哋習慣俾錢咯。喂，話唔定下個月香港政府庫房收入會因為啲電子牛肉乾數字衝上幾百億啊！真係恭喜發財，利是逗來。咁樣搞法，以後揸車出街唔係要好似捉棋咁步步為營，都係搭地鐵算啦，起碼唔使驚俾人抄牌，除非你喺車廂入邊食嘢啫。喂，各位街坊，聽住啦！大岑道嗰個攞命灣又嚟了啦！2021年單車禍，6成阿伯揸車撞死人，危險駕駛罪成，啱啱判咗佢坐1年監兼且驚排5年。喂，大佬啊，1年條命都冇咗喎，咁咪即係話轉彎抹角唔睇清楚，衰過烏龜爬樹。嗱，法官話佢判斷錯誤，要坐監。阿伯嘅個人情況呢，唔夠班，判死監禁，上得尾咁又點啊？咪又係證明揸車唔醒目，遲早攞嚟衰，以後揸車醒定啦，唔係就變咗人肉痛碰車，累人累己，陰公咯。喂，各位街坊，揸車嘅醒定啦！赤柱迴旋處撞死人單嘢，判咗的個60歲阿伯揸私家車炒咗架電單車，搞到人哋無命罪成。哇！危險駕駛，判監12個月，停牌5年。12個月啊，夠你煲幾多煲老火湯？嘆人生啦！5年唔俾揸車，即係要搭巴士、逼地鐵釘，簡直係人間慘劇。法官話佢判斷錯誤，要坐監嚇。咁我睇呢單嘢嘅教訓就係眼花唔好揸車，手腳慢就去搭船。唔係嘅話，下一個坐穿監倉嘅可能就係你啦。阿彌陀佛，善哉！各位揸車嘅一路順風，唔好咁衝動啊！聽講晏晝有落雨，小心跌軚啊！
聽住喂，天文台啲人又嚟老點啦！依家外面凍到成碌冰咁，零下1度啊，仲要落啲毛毛雪，係咪想我哋揸車分冰啊？話就話有30%機會有雪，西北風吹到時速17公里，仲要話陣風有40，簡直當我哋啲車係風撞咁放，體感溫度負8度。喂，我以為自己返咗北極啊，話知佢聽日最高得3度，都係凍到震，紫外線指數2。我估計我哋嘅笑容都俾地凍僵咗啦。總之小心啲，唔好俾佢哋啲天氣報告嚇親，開開心心咁返工啦。好啦，講完，拜拜。